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兩個極點不停叫喚跟他計價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許他，他那又用無情牌要對我説話。哎呀，每次都该我了。我就这样来的。兩個極點不停叫喚跟他計價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許他，他那又用無情牌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兩個極點不停叫喚。你反正都是蒙的，都不用眼睛瞄的，把这个在头上打吧。打进去讲啊？要是能打进，老娘爬着出门。跟他計價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許他，他那又用無情牌要對我説話。